的消息，金门的上兵失联5天，不过陆委会主委区泰山证实讲，这个姓陈的上兵即马人伫倒位，人伫中国，会协助国防部甲海巡署做后续的处理。是讲外界是真好奇，讲这个诽谤兵，也就是伫灶骹做兵这个诽谤兵呢，对着偌济人食饭，主妇室的存量偌济，运保船补给的作业方式，甚至赌上偌济人，武器有偌济，有可能拢知影。听讲军方即马咧想讲，敢免来紧急的改变重新的部署。针对这点，那你立委拢认为讲，这个阿兵哥战绩无悬，伊也毋是军官，所以讲唔免遐烦恼。我想他人在大陆这一点应该是确认的了哈。区泰山亲嘴证实，碰见5天的金门阿兵哥人就伫咧中国。大陆这边是透过什么管道通知我们？大概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在大陆，那因为他们在进行他们那边的程序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是透过海巡这边来跟我们沟通？我想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管道哈。无愿意泄露消息来源，不过即马有军方单位烦恼有泄露秘密的问题，因为虽然是胡锦华召开阿兵哥。不过对离岛岛主持人数、食偌济量、运保船补给的方式，甚至人力武器的安排，拢一定了解，所以兵力敢会定部署嘞？他大概负债是30万上下了哈，实际上有跟银行谈这个债务协商，他爸爸也不是不付钱，他是说让他自己慢慢来付，所以没有负债的问题哦，只是一个伙房兵。他也没有掌握什么机敏的资料。这名伙房兵的业务没有什么机敏资料在内，这个泄密的疑虑呢，我们会予以审慎的了解，但是请民众不用过度的担忧。那立委拢未惊机密会叫对方知影，也毋过这件代志牵涉到国防部、有海巡署，这两个单位现在拢真热协，即马已经由国安会来处理。他们有没有提到说，这位陈姓上兵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去到中国？那我们原则上先由他们来做进一步的说明。我15号没有回来的话，部分是不是会发布通缉啊？我想这个部分是国防部跟法务部他们要负责去处理的。离岛岛阿兵哥失联相关消息，官方嘛讲无济，反正嘛是想要知影讲对方会出什么招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